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4月2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8篇第1节到第2节，14节到24节，约书亚记第10章16节到27节，哥林多前书第5章第6节到第8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纯真。今天是复活节后的第一天，基督徒领受了复活的救恩，就必须活出复活的生命品质，来见证自己是属于救主耶稣基督的。如同摩西他受呼召的时候，上帝要他脱下脚上的鞋子，因为他所站的地方是圣洁的，因为上帝是圣洁的，所以敬拜他的人就应当要去追求圣洁。圣洁的目标就是要追随上帝的旨意，其实不只是明白上帝的旨意，更是要能够完全的照上帝的旨意而行。约书亚记第10章16节到27节记载了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和武王的战争。亚摩利的地区的5个王逃走了，躲在马基大的山洞里。有人发现他们，就向约书亚报告他们藏匿的地方。约书亚说：滚几块大石头堵住洞口，派几个守卫看守，但你们不要留在那里，要继续的追击敌人，不让他们逃回城里。上主你们的上帝已经把他们交在你们手中了。约书亚和以色列人毫不留情地击杀他们，只剩下少数的逃进城里的人，没有被杀掉。这以后，约书亚率领的军民都平安地回到马基大营地。从此没有人敢开口反对以色列人。约书亚说：滚开洞口的石头，把那5个王带出来见我。于是他们打开洞口，把耶路撒冷王、希伯伦王、耶末王、拉吉王和伊基伦王带到约书亚的面前。约书亚召集了所有的以色列人来，吩咐那些跟从他去打仗的军官，用脚跺在那5个王的脖子上，他们就照办了。于是约书亚对军官们说：不要沮丧惧怕，要坚强，要勇敢，因为上主要像这样击杀你们一切的仇敌。然后约书亚击杀那5个王，把他们的尸体挂在5棵树上，直到傍晚太阳下山的时候，约书亚下令把尸体取下来，丢进他们躲藏过的山洞，洞口用大石头堵住，那些石头到现在还在那里。就如同约书亚对他的军官们所说的话，真是按照上帝的吩咐。跟随上帝、服侍上帝的人，应当要用纯洁真实的心来敬拜上帝。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，哥林多前书第5章第6节到第8节这样的提到：你们知道有句话，一点点的酵母可以使全团的面发起来。要把罪的旧酵除掉，你们才能完全洁净。这样你们就像没有酵母的新面团。其实你们本应该是没有酵的，
我们逾越节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。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作为牺牲献上了，所以我们守这节不要用旧酵，就是含有邪恶的酵，要用无酵饼，就是含有纯洁和真理的饼。他以这个酵母来形容基督徒，来劝勉基督徒要用全新的生命过得救的生活。保罗形容守节的生命就如同是一个纯洁与真理内涵的无酵饼，如同耶稣基督与那个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话，敬拜上帝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，这样一样的标准，要含有纯洁和真理的生命，以除酵之后的全新无酵饼生命，没有被污染的生命来服侍上帝。诗篇118篇1节到2节，14节到24节，要感谢上主，因他至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愿以色列人说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上主是我的力量，我的诗歌，他拯救了我。上帝子民的帐幕中响起了胜利的欢呼。上主施展了他的大能，他的能力使我们得胜。上主施展了他的大能，我不至于死。我要活下去，来宣扬上主的作为。他曾重重地惩罚我，但没有使我死亡。为我开启圣殿的门，我要进去颂赞上主。这门是上主的门，只有正直的人能够进去。上主啊，我要颂赞你，因为你垂听我，使我得胜。泥水匠所丢弃的这块石头已成为最重要的基石。这是上帝的作为，在我们的眼中是多么的奇妙啊！这是上主得胜的日子，我们要欢乐，我们要庆祝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将我们的生命中的旧酵洗净，使我们能够以纯洁真实的生命，无酵饼的生命来服侍上帝，使人得益，能够荣耀上帝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